当然是我一手操大，唔准你害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吴高仙咯。无唔对，那你就是乌夫人咯。这老高，你得小想要救大厂。好，我先送你去见阎王。吴高仙，乌夫人，后尾无时间通甲你分笑，咱后会有期。这是阿爸娘母家做好事。进来，进来，你来走，进来。真好看，这10几年来，我对待你母仔真不好，想袂到你竟然帮忙大厂的，又飘飘走走。你甲对我无情，就唔通讲我对你无情。阿娘对不起，阿娘知讲你就是我的亲生囝玉玉，所以才会这款对待。当初我为着个人的温暖，将你交予阿满女友，所以一直将你当作是阿满的囝一个看待，甲你把关起来。害你甲变成这款的模样，你今仔日安尼拢是阿娘害的，这拢是阿娘的罪孽。阿娘把你害到安尼，我一定会尽力来救你。快点，快点，老了，紧。是啊，要啉汽水哦，足困难的。老表，你若有我大厂兄弟的，你做安排放心，无问题。无问题。若今日三脚鸟的讲我，叫我要哪会袂甘心？三脚鸟。免叫。虽然我大厂是头壳分啊。可是人我冒自尊，你原谅条条是分寸，分作用标各自困。见了，还有帅。大厂鸟。可不怪罪，我漂漂犯罪，异乡水也唔敢做咱你离开。不漂，多谢我是假皮面呐。飘飘何必假人心咯？是真是假拢无要紧咯，你我悔过又悔天。为言咯。
我是一个假仔滚笑的啦。大汤呀，我甲你讲的都是真心话，我感觉我不应该插落你，跟随你的身躯边，我亲像变成你的包仔同款。甲你讲安尼敢无意思？我大汤啊，从来都无甲你当作你是我的包袱啊，安尼哪会讲安尼啊？我是甲你当作你吼。当作。大汤呀，当作什么嘛？就足歹讲诶，对啦，哈哈，我甲你当作你亲像我的亲小妹安尼。安怎？做大汤的小妹是袂歹呢？大汤呀，人讲的毋是安尼啦。啊，无我讲的是安怎呢？哎。原来是大汤，你无死呀！哼，你的命阁真乱，安怎？安怎？我天龙阿囝也袂死啊！你唔甘愿呢？今仔日你叫我撞着，你就免想要活命。来啦！哎，对，好小正你啊！大汤会跟你什么关系？是我女儿吗？哼，干嘛你娘？放手！看像你这种细姑娘，我若是将你放走，敢毋是太可笑了啊！哎呀，你别给我扣不？你那给我扣掉掉，把放回来，人路修修不清。哈，你甲我抽这款，俺若去人看着，敢会歹势哦？你这人真够怪，我若不甲你揪卡条，会互你走去呢。啊，你放心啦，你会晓点迄段，啊，搁我知影，我哪去甲你搞怪啊？我会乖乖甲你行，你莫甲我手啊！你讲这拢无路用啦，以后你若乖乖听话就好啊，行。你行多也是咯。哎呦，我这巴肚痛，我咧想要，你们想啥啦？想要啊！你们这假鬼假怪，我哪假鬼？我无咧骗你咧，假死也无咧甲我行嘛。你去啊！我唔叫你走啊！我唔叫我走，我嘛袂走啊！哎呦！嘿，老我伫这里我骗来啊！哈哈哈哈！好小囝，我看你要走去。唔使叫我帮，甲你帮的，怎啊帮啊一只，敢若美人鱼咧，你来救我啦，不是什么人咧救我啦。我救你哦，会使，爱交正交啊。什么条件你讲啊？你从今下去哦，爱叫我做大汤仔兄，爱换你听我就袂。啊，我会叫你大汤仔兄哦。嘿对，我要走。莫啦，大汤仔兄，拜托甲我救一个啦。安尼嘛较好听。我讲哦，我救你哦，明仔我对哦。